我把这个原理讲一下。对，因为恁两个班哈，今仔拄好有时间。啊，不像他10班早上，那已经第一次也一样了。每次复习考哈，他们班就早上就不能上课，然后就跟你们下午的哈开始出现落差。啊，所以下礼拜你们要去毕业旅行了。啊，你们下礼拜去毕业旅行，所以剩2个礼拜。这礼拜跟下礼拜我会把最后的7之3上完，因为毕业旅行回来就剩1个礼拜复习，然后就考试了。好，10班他可怜啊，10班下礼拜我1节课就要把7之3讲完啊，所以我们今天像刚刚那个8班，我大概就只有把那个月相讲完而已。啊，这个东西我讲一下哈，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国中阶段新的已经去掉这个名称了，它叫做冷式定律。你们后面有学到哈，电流磁效应，就是电流会产生磁，然后磁场的变化也会产生电流，所以它的原理是这样。这个球哈，这个东西它这个就是铜，纯铜啊，除了外面包一些让你好拿的东西，它本身就是纯铜。它这一颗哈，这你应该可以猜得到它是什么，而且是蛮强力的磁铁。啊，这一颗是磁铁，电会生磁，磁场的变化也会产生电，所以它的原理是这样。好，我的磁铁有 Ns 极，它丢下来遇到这个线圈的时候，这线圈会产生电流，然后线圈产生电流之后，它又会产生一个磁场。那这个定律叫冷式定律，到高中还会学，以前国中就教才有，叫你判断这个方向啊。现在国中阶段去掉这个东西了，啊，它下来之后，这会产生一个电流，你不要管这个电流方向，可是这电流产生的磁场会用来对抗它的变化。怎么对抗？你要过来，我就推你，抗拒你就对了。它要抗拒你，它要产生的磁极是什么样子？就上面是 N 极，也就是这个线圈产生的磁场正好跟它对抗，上面是 N 极，所以它就会减速。所以我刚丢下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铜也会产生一个类似我们说涡电流，它本身会电流。电流就谁啦？你摸到也没有什么感觉。然后这个磁铁往下掉，要脱离的时候，它变成怎么样？拉住它，也就是说，这个磁铁要来，我这个线圈产生电流，我会挡住你，不让你过来。可是当你要走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又不让你走了，我今天不让你走，这时候我产生了磁场，我就要吸住它。刚刚你 N 极下来，我上面是 N 极，我要抗拒你，排斥你。你现在走了，我要拉住你，我就要跟你一鸣极，所以我的 N 极变成转过来的到下面，也就掉下来之后 N 极是在上面，通过之后往下 N 极就在下面，啊 ，N 极就在下面。其实这就是发电机的原理。你把磁棒加来回的运转，这就持续有电流输出，转来转去的交流电输出。好，所以这个一个原理，重要是这玩具偌济钱样在。我当然是买这玩具的时阵哈，我为了这花我自己的钱买的哦，这不是学校的教具哦，这花我自己钱买的哦。我当然买这玩具的时候，为了我的安危着想哦，跟家里报账的时候只有报1/10的价钱哦。这3000几块哦，这是欧洲进口的哦，这欧洲进口的。然后它同时还有一组，它是卖那个不是铜的，是铝的。铝的那一组哈，
它还有2个圈圈，球1个啊，圈圈2个，结果它2个铝的圈圈才2000多啊，这个纯铜的圈圈3000多啊，当然铜它贵啊，这很重呢，你看它整个纯铜啊，它刚买的时候很漂亮，因为铜这东西它新的它是亮红色的啊，我爱跟一杯铜油来个去的，它也会很亮。万一我那时候在外岛当兵的时候我每3个月我要坐军舰运我们岛上打完的弹壳回来。你知道我运的弹壳从最小的手枪的弹壳，4.5手枪的弹壳，到直径9公分的炮，一个炮的那个弹壳这么大，其中步枪、机枪什么有的没有的，我们岛上的炮一大堆，我一次运4辆卡车回来。我们坐军舰的时候，那个海军的就跟我说：“长官，你那个90炮那个炮弹，你就把它想象成放大版的步枪弹壳，你可不可以1个给我，几个给我？我们那个缴多少回台湾，他就算多少。你拿走1个，我是给他平章要多少拿去，最好拿光。不会啊，他们拿不光，他们要了2、3个去。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后来我看到他们的成品我吓一跳他们怎么样？你知道？因为你把弹壳的形状给它呢，其实从大到小都是一样。你若放大步枪弹步枪弹这里弹壳它有弹头。我们发射的时候这里面全是火药，然后它下面中间有一个底火。你若是请有一撞针往底火撞下去，然后底火就啪打一个火星出来，就引爆了里面的黑火药。火药引爆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然后它那个压力就迫使这个子弹也好，炮弹也好，就从枪管里面打出来，然后就剩下这个壳，剩下这个外壳。然后他们要干嘛呢？因为这全是纯铜这发炮弹弹壳全是纯铜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切掉，剩下底部，然后把它磨得好亮，做什么你知道吗？烟灰缸。因为阿兵跟我假婚嘛，他们做烟灰缸，哇，那个做出来真的有够漂亮的。那个当你把那个纯铜擦到发亮的时候，那是亮红色那是亮红色。我们固给那个铜氯氧化铜嘛，会变黑色的。我刚刚去那个第1节，我本来是2年级的课，因为2年级去露营的嘛，我就去遗留科5去上1年级的数学课，我把数学上它反正他们也没有进度了，不然叫我去上数学，我就问上次考你们有没有少1块钱，我就想依照我们去当兵的时候入伍受训，队长又跟我们讲。我告诉你们你今麦入伍退伍了后谁找你们去露营，你一定跟他翻脸。为什么？他说我们快要去露营了，我们要去车城基地那里露营，露营多久你知道吗？1个半月。你说露营1个半月爽不爽？结果70几个人露营1个半月，露营的前一天，宽一样4辆卡车的东西，我们1个半月要那种东西，整理完1天然后卡车送到营地之后，吃过晚餐，把我们再去哪里？营地吗？不是，他给我们载到内斯，他要我们走30公里到营地去。
还好只走30公里，他们还有一个疯狂，还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嘞，要我们从左营走到恒春呢，不多啦，160几公里啦，走1个礼拜就到了。还好30公里，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走？我们晚上11点开始走。我们前一天整理东西都没有午睡哦，累得要死。11点开始走，拿着一把枪，背着一壶水。11点，队长精神训话完，我们开始前进。走第1个小时完，我们水壶已经喝干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又饿又渴又累又想睡，再继续走。你知道吗？我发现人走路，我第一次发现人走路可以睡着，睡着还可以继续走。我怎么知道睡着还继续走？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做梦，没有，他忽然做噩梦，忽然停住了后面的人会撞上去，你知道？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嘛，那他赶尸队写岗嘛。然后这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忽然所有人都醒过来，眼睛都全亮起来，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平常常常看到，可是从来没有那时候看到那么激动过。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间超商，24小时营业的。我们看到小七，那种情况看到小七内心好激动差点把枪拿着就没有。我们就跟队长说：“然后队长，右前方，小七一间，单兵如何处置？”我们那残忍队长说：“继续前进。”我们要眼睁睁看着，然后目送他离去。每个人想说，我放假的时候吃一个要吃的饼，然后我们30公里走了一整夜，走到凌晨6、7点，走到我们营地。我告诉你，当我们一看到我们的营地，前一晚的辛苦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更悲惨的，什么都没有，草超过膝盖那么长，唯一有的建筑是一个2楼的小岗哨。队长说：“好啊，大家加一暗嘛，走了一夜了，很辛苦，我们来休息休息。哪里休息啊？你没看到那岗哨？那岗哨怎么休息？去啊！结果到那岗哨，桌子上也躺人，桌子下也躺人。我还记得我躺下，我们70几个人，我躺下的时候脚还不能伸直嘞，我脚伸直会踢到别人嘞。没有厕所，没有浴室，什么都没有，就那个岗哨，那就我们要露营一个半月的地方。你有知影，队长想要讲，你若到时阵退伍谁找你们去露营，你们又跟他翻脸呢？我跟你讲，无便所要安怎？去挖野战厕所啊！你有没有野战厕所安怎一排3个坑，这么大，但是半个人深。为什么要挖那么深？因为每一组要提供我们7个人用1个礼拜，1个礼拜后埋起来，再重挖3个。我们假日是有放假回家的。那种本所，我跟你讲，你上过一次，终身难忘。刚挖好先去上还好你要拿过2、3天、3、4天，你再去，你一定大号才会去上那个厕所嘛。你男生小号不会去上那个厕所。我们外面有棚子架子围起来可是你掀开走进去你往坑里面一看你那个，因为白天看得很清楚，乍看之下会闪烁，
什么东西在闪烁？你知道吗？万曲钻动，那个肥美白色的蛆密密麻麻钻来钻去，乍看之下会闪烁哦。阳光下来，那个味道起来。后来我们怎样？你知道？我们要上之前，我们就先在外面这样闭气进去。你知道我在那种场合大号比小号还要快，迅速解决出来。问题是你进去，你不是安心的用力而已哦，你还要做一件事，赶苍蝇。不然那个蛆哪里来的？然后你再想想，他刚停过什么地方？你能忍受他在你身上停一下吗？不可能啊！所以很忙，你知道吗？你要闭气，然后用力挤，然后又要在那边赶苍蝇，然后要趁你断气之前处理好，然后冲出来。第二个黑印象深刻。后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要白天去上，晚上看不见闪烁，不会那么恶心。晚上温度比较低，没有太阳下去把那个味道蒸上来。晚上苍蝇也好像去睡觉了，也不用赶苍蝇。晚上只有注意一件事，你千万要用手电筒把你的落脚的地方看好，不然你又会尝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你也无先一脚大雷要求还你真的一辈子，你要一脚要踩下去我们那一队没人踩过，然后因为阿兵哥一脚踩进那野战厕所，那靴子全丢掉了我干脆买一整包的洗衣粉加钢刷加菜瓜布把它你的卡撸到要溜回。问题是这样你那个身体肉体上的污秽很容易清除，你心灵上的阴影很难磨灭，你知道吗？大家看到你说那个人打过赛。那可能是你要去找那个心理辅导，去看心理医生才能解除自己的心理那个阴暗面讲到这个，你就知影讲是安怎阮队长老讲，以后什么人要找你，谁在找你去露营，你也会翻脸；谁在找你去践行，你也会翻脸。我们是步兵我们行军还行不够，你还去践行。你们有走过很多的路，脚起水泡的经验吗？都没有娇生惯养。我们高中去中人健行，一天走20几公里，脚就走了起水泡。所以起水泡对我们步兵而言，这是你一定要知道怎么预防。起水泡会很痛，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把水泡戳破？你如果把水泡戳一个洞，把里面的水挤出来，没有用，因为那个洞会堵起来，然后又会积水，又一样。你如果整个弄破坏完了，你本来可以只是走的有点痛而已，你弄破你就真的不用走了，就真的痛死了。可是水又在里面积水怎么办？来，这个万一你以后当到步兵，我教你怎么处理。水泡在这边拿针线包来穿针引线，刺破那个水泡，针刺过去，针要消毒你不要拿那个生锈的针那里破伤风。用赖达啦、行烤一烤消毒，然后穿针引棉线穿过去。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你那个线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留里面，然后这里又出来，然后把多余的剪掉，留2个头在外面，因为这样它的洞就不会补起来。
然后线是棉线，里面的液体就会顺着那棉线一直渗出来，那个水泡就不会积水，这样走起来就比较不痛。这是水泡的，万一起水泡，你还必须走。所以你看步兵瓦科的起水泡是一种哦，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叫做烧裆。该逼啦，你那个穿着内裤走久了，你的胯下就开始磨，然后就破皮了。所以为什么叫烧裆？就是你的裤裆，你走起来会像火烧一样痛。所以大人走路变 O 型腿，因为很痛啊，所以就变 O 型腿这样走啊。怎么预防这种情形？加和胜，按哪念来？穿裤袜。你说变态，男生穿裤袜，真的哦。去买丝袜，真的啦！我们要行军之前就只能这样啦。你问那步兵都知道，丝袜穿上去，然后把那个裤管都剪掉，就好像把丝袜变成一件内裤。可是因为丝袜是紧身很贴身，它表面又很光滑，所以就不会磨破皮了。我为着迄换迄落诶，阮大学毕业的时阵吼，我们有个女同学，她去买那个丝袜米一箱，结果那个品管不好哈，抽出来3只，多一只就对了，多一只，所以那一只就被我们拿来玩。我们拿来怎么玩呢？我们套在头上，你有人胜鬼了。我那时候还知道为什么要戴丝袜抢劫，我还有拍照留念哦，那个真的看不出来。你要怎么样？你知道？你要把丝袜这样子戴上去哦，戴紧之后，然后把上面这样一提。那整个真的脸完全是脸完全变形哦。对了，卖身。后来我们走好几天，起一个水泡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们还有起那种叫做连环炮，砰4、5个排在一起，北斗七星啊！你都看位置用叫做炮中炮，就大水泡里有小水泡的，有没有？最漂亮的是一种水泡，它叫雪里红啊、雪中红，就是水泡带血丝的。所以就咱讲是安怎？迄种，好啊，来看月相变化。来，我截图，这里地球，阳光从这里照过来，月球在这里，每个月月球会绕一圈，这是阴历1个月几天？差不多29.5天呐，虽然阴历29、30我们用30来算好了，这样绕一圈。后来讲一个陷阱题哦，太阳，月球会有月相变化它会有月相变化，所以太阳照到月球的部分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几分之几有没有一样？一样不要被骗了太阳永远照月球1/2，就是一面亮一面暗
想要月亮变化重点是你看到哪一边。你如果看到它亮的那一边，你看到就是满月你如果看到暗那边，你看到就是新月你要看一半还可以上旋或下旋。好一半上旋下旋，你干嘛样分？你看到半颗月亮，你知道那是上旋还是下旋吗？都半颗小下杠学过这小学的自然。来，我先问一个问题刚有人讲，为什么叫上弦月？为什么叫下弦月？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假如那个上弦，这个上弦是什么意思？来，今天的课上完，你要会分。你考试再怎样，你今天看到半颗月亮，你可以辨别得出它是上弦月或下弦月。我先讲为什么它叫上弦，为什么叫下弦它的定义是啥？来，它的定义就是月亮落下的时候，月亮在哪边落下？跟太阳斜向东升西降所以一定是你面对西方。月亮要落下的时候，半颗嘛，半颗一定是什么形状？这是弓，这是弦。这是弓，这是弦，所以它的弦在哪边？上面，对不对？这就是上弦月的定义。当然所以下弦就是什么？落下的时候是这样。这个是它这个名词为什么叫上弦下弦？你要用落下你用升起正好相反要落下前弦在上或在下，这个是上弦或是下弦。你问我老师阿姨那边安怎？你袂看到这种天文奇观没落下一阵，忽然站起来了啦，不会这样。我们现在可以看为什么不会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分了嘛？你今天如果知道东南西北，你可不可以分上弦下弦？上弦是缺哪半部？东边嘛。下弦是缺哪半部？西边。所以缺东边的，只有西边那半部的是上弦，只有东边那半部的叫做下弦。你讲是安怎安尼？来，咱来看，月球你这一阵，亮的是这边，暗的是这边，所以你地球看过去。看不到，这个新月，阴历初一阴历初一，转过来，再看到一点，越来越胖，到这边的时候，亮的是这半边，我就看到半边了。来，你要怎样时间在这里是几点？来，太阳在这里，所以这里是几点？中午12点转到这边，太阳要下山了，6点，转到背面了，跟中午的背面，所以就半夜12点，再转，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了，早上6点，安尼怎时间这种1天24小时安尼转。来，我们直接看这个上弦。所以为什么上弦是亮东边？来，人在这边东西的方向是哪边？哪边东哪边西？太阳那边不是东，太阳从哪边落下？这时候太阳落下了
太阳落下了哦。中午转到这里的时候，太阳落下了哦。太阳落下那边是哪一边？西边。对，西边在这边。它有一个地球是不是由西向东转？对，地球这样转，由西向东转。所以上弦月缺哪一边？缺东边，在西边，没有问题哦。转到满月，再转到这边，我们看上弦下弦，这边要下弦月了，亮这边。好，这边东西是哪边？在这边之后，凌晨6点，太阳从东方出来了，所以你不要跟这边一样抄下来哈，这都是东西都是相对的哈，变成这边东，这边西，所以下弦月亮哪一边？东边对不对？缺西边。好，啊你讲，我哪不爱东南西北，我刚没让分上弦月和下弦月。来，还有一个方法，看时间。如果你知道现在的时间，咱来看上弦月中时起来，地球这样转过来，我看到上弦月在东边升起的时候是在这里，这时候几点？太阳在头顶上，12点，中午12点，所以中午12点，如果现在是上弦月，上弦月就是阴历初7、初8的时候，上弦月的时候是中午12点，那个月亮从东边升起，半颗月亮从东边升起，中午12点，什么时候在头顶？转到这里的时候在头顶，这里是几点？太阳要下山，6点，上弦月在头顶哦。什么时候落下？转到这里的时候，上弦月在西边落下了，几点？5月12点。这里有啥？如果你今天是在5月12点，也就是上半夜看到的半颗月亮，就是什么？上弦月。那你看下弦月，那看下弦月将你升起，下弦月在这里了嘛？它什么时候升起？正好你在这里的时候，也就是5月12点的时候，下弦月从东方升起。6点的时候，下弦月在你的头顶。凌晨6点，下弦月在你的头顶，什么时候落下？中午12点，下弦月在西边落下。两个互补，所以下半夜看到了半颗月亮，就是下弦月，包括在凌晨，也就是上午或是下半夜看到了半颗月亮，就是下弦月。然后傍晚或是上半夜看到的半颗月亮，就是上弦月。那样啊、哦。以前的人就有这种，以前没手表哈，抬头看看月亮，先看看现在的形状，再看看它的位置，就知道现在几点。人的能力都是培养出来的，你有手表，你还会看这个哦，变难啊，所以你这个能力就失去了，对不对？你这个能力，个像，今麦上来看地图啊。现在用卫星导 GPS 对不？所以我们看地图的能力就失去了。那不是看地图的能力而已哦，那包括你的方向感都失去了哦。恭喜在，我依早个很容易迷路。好佳在吼，咱高雄的路做好。拢棋盘式的嘛，一心二圣三落四维，啊，这10条路都是棋盘的。你知道吗？你今天把高雄市区地图打开来哈，你会发现它像棋盘的哈，
只有中间的那一部分，然后扩展出去就乱七八糟了。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跟你讲哦，做 BI 棋盘那一段是日本人在的时候弄出来的，国民政府来，外围就乱七八糟，想哪呢？你本来人做代志要做规模的，我要开正方形、长方形，我画落这条路就开。你本人走，国民政府来，这地主哦，这阮兜我无爱互你拆，安怎？毋过路会歪去，我叫人去讲，叫人去市政府讲，甲拜托，透过关系好，这条路怎啊歪去啊？当啊未开得的，日本人无会插你，我笑你沙尾围尾，就变成棋盘啊。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一个那个棋盘然后可是台北路不是一样？我那时候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去念师大的时候，哇，台北的路我们这边要是走错路，下一个路口再弯回来就好。台北不是，台北我告诉你，这条路口走错，你完蛋了。你要走好远好远好远，才能原路回头，左转右转都回不来了，都回不来了。我在读师大的时候，我有一个晚上去家教我们师大是在台大旁边嘛，也就是新生南路，然后我的家教是在新生北路，然后我晚上下课之后呢，我要骑回学校嘛。然后我就觉得我骑了好久，为什么我都看不到新生南路，也看不到台大？我要先看到台大，然后弯过去才会结果呢，我抬头一看，建国北路高架桥，原来我骑反了，我应该往南骑，结果我往北骑。然后我看到建国北路高架桥，难怪我都骑不到新生南路。然后那天回去之后，我就买一个指南针挂在我的包包。我希望我南北不要搞混。然后后来我实习1年，然后再考上清华，我那个指南针已经不见了。然后又发生一件事，那时候我也是研究所的时候接家教，省道在这边，清华在这边，我的家教在竹南香安这边，所以我每次都从清华这条光复路骑，然后左转，然后就到香山那里去。就有一次我太早出门了，新竹市区在这边，我就跑到市区去看书。结果我书看一看呢，我回来我又左转了。我到省道我还是左转，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都骑不到香山？然后我就忽然看到一个牌子，欢迎莅临竹北市，我就骑到竹北去了所以我回去又买了第2个指南针，挂在我的包包上。所以那阵，因为我发现我现在的方向感，用手拿 GPS， 我的方向感比那时候更差了。所以人就这样呢。后来怎样那就这边就不用讲了。新月、满月，满月就是正午12点在头顶，傍晚太阳下山，月亮起来。凌晨太阳起来，月亮下去，满月的时间就是这样子满月的时间就是这样子。好，那你跟他讲这。